世之事，你有百般的美意，要讓這故事揭幕於揀選的約時，是你的堅持，愛我最深都深知，為要完成救贖，犧牲捨棄性命，來完全流露大愛不移，誰敢誰說？十架救人以愛相勸，憑着恩典，每日亦覺溫暖。唯願從今天起，連全力都不要。